由艾蜜莉·布朗主演的《爱满人间》农历春节即将上映，其中梅丽史翠普也扎一脚，这也是两人3度合作。过去包括穿着 Prada 的恶魔、魔法黑森林，这次艾蜜莉终于升格当主角，让梅姨跑龙套。艾蜜莉·布朗饰演魔法保姆，主演《爱满人间》，其中剧中演她表姐的，竟然是梅姨梅丽史翠普。《爱满人间》幕后花絮，这部电影的精髓就是想象力的力量。说起梅丽史翠普跟艾蜜莉·布朗，已经是3度合作。最早在2006年，穿着 Prada 的恶魔，当时梅姨饰演女魔头，艾蜜莉·布朗则是她的首席助理。穿着 Prada 的恶魔，我不明白安排个约会有这么难吗？很抱歉，我昨晚就有确认了。我对你的无能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之后2014年两人再度合作《魔法黑森林》，艾蜜莉·布朗饰演面包师傅的妻子，被梅姨饰演的女巫下诅咒。魔法黑森林，你想要我收回咒语，去黑森林。如今两人3度合作，艾蜜莉·布朗从配角变主角，换梅丽史翠普跑龙套，两人3度合作，让人期待火花。